新嘅時代需要新嘅教育，面對新時代嘅挑戰同資訊嘅急速增長，新一代嘅年輕人要學習嘅唔單止係書本上嘅知識，更重要嘅係了解自己喺世界上嘅定位，知道自己嘅強項，利用自己嘅批判思考能力，面對唔同嘅挑戰，創造自己嘅機遇，持續改善呢個世界。所以通識教育科就應運而生。九龍塘學校中學部係九龍塘區最傳統嘅學校之一。早喺2000年，九龍塘學校中學部已經了解呢個將來嘅趨勢，要求同學進行類同通識教育科獨立專題探究嘅專題研習活動。而喺2009年正式開展呢個課程之前，九龍塘學校中學部已經自行開發咗大量有關通識教育科嘅教材，開發咗自己龐大嘅數據庫、理論庫、報章庫及影片庫，務求同學喺基本知識上得到最大嘅支援。通識教育科其實係咁多科之中咧，其實係一科比較容易嘅一科嚟嘅。咁因為其實佢最主要嚟講都係由3個部分去組成啦，一個就係核心知識啦，另外一個就係當代發生嘅議題啦，第3個就係可能係一啲基礎知識。咁而當代發生嘅議題咧，其實係我哋日常生活都係可以接觸到，只不過我哋係需要一個多角度多啲嘅思考，而呢個思考角度或者一啲專業嘅名詞係我哋平時係比較少接觸，但係喺課堂上面我哋係學到嘅。九龍塘學校中學部嘅通識教育科教師團隊畢業於各大學系，包括傳媒、社會及哲學等，當中更有教師擔任教科書作者、報章專欄作者、公開考試閱卷員、辯論隊教練同大學師訓課程導師等，經驗豐富，由核心課程內容到時事分析，再到考試技巧都了如指掌。對於初接觸通識教育嘅同學，任教老師自創咗14元素分析法，確保同學可以喺最短嘅時間之內，以最系統嘅方式得到最高嘅成績。其實我覺得通識同埋辯論咧好有關聯。咁譬如我哋入到課室，即係去上堂嘅時候咧，成日都會強調一樣嘢，就係用辯入教。咁喺教學過程當中咧，我哋好多時嘅思考模式嘅框架咧，都會同辯論有一個好大嘅聯繫嘅。譬如好似我哋講緊一個社會政策啦，我哋單元2今日香港，我哋講一啲社會政策咧，好多時我哋都會用到一種嘅辯論嘅思考框架，譬如好似係法理情咁樣嘅。從呢個嘅角度去切入咧，咁一來可以符合到譬如通識我哋成日講嘅多角度思考啦。第二嚟講咧，亦都可以喺諗嘢嗰方面咧，比較有一個嘅完整性嘅當中咯。咁我認為通識教育科最能夠幫助到學生就係可以建立到佢哋嗰個嘅多角度同埋批判性嘅思考咯。咁就唔會話老師講啲咩佢就完全吸收晒。咁同時間佢亦都可以即係鍛鍊到佢哋嗰個獨立思考，去分析翻自己對每一件事情嗰個嘅睇法啦。咁同埋同時間同學仔亦都可以代入翻唔同嘅持份者去睇，咁去明白翻每一件事情係會可能同一時間去影響緊唔同嘅嘢。咁令到學生可以能夠客觀分析翻一件事情嘅每一面。佢同其他科目都幾唔同嘅。咁你去答其他科目嘅時候，可能佢會有一個預定嘅答案。咁你答錯咗，答咗另一種嘅答案咧，咁可能就會係錯㗎啦。咁但係通識科就冇話啱定係錯嘅。咁只係睇下你同意或者唔同意嘅時候咧，你有冇一個好好嘅解釋或者你講得詳細嘅啫。咁同學可以其實有多啲自由去表達自己嘅意見啊，或者係講出自己即係真正內心嘅一啲嘅對唔同事件嘅睇法咯。新嘅時代需要新嘅教育，新嘅教育就由九